成立被40年嘅獨立樂團寇秋晴係第一代一個美國得獎嘅台灣獨立樂團，伊能用台灣本土元素同多元族群文化融合西方嘅 hip hop， 用音樂歌聲來關心社會議題。而樂團本單有兩個主創，分別負責客語同河洛語。不過今年2月底，因正自家經營規劃，客語主創方強俊勳宣布離開，為操到上述客語嘅部分。寇秋晴也開始展現新嘅客語 rapper。用母語來演 rap， 西方嘅嘻哈音樂行出天一個台灣風格，用歌詞來表達對社會議題嘅關心，也係獨立創作樂團寇秋群1626嘅創作方式。不過本單嘅客語主創反響，喺今年2月底離開寇秋群，樂團無為客語主創，也寇秋群決定學習新嘅客語說唱歌手，來延續樂團創作嘅客家元素。我們關心的一些社會問題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都有，所以我這次會想找一個客家子弟，其實我想要就是他提供一個跟我們所謂的河洛人比較不同的角度，他可能是在客莊長大，不只是說我們在寫議題的時候只有看電視或看報紙，你如果真的有在那樣的環境長大，我相信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會更到位。上回做寇秋群嘅客語主創，除咗合法愛物料同很多團員嘅理念愛共用，介紹客家戲目、了解音樂、曉得樂器客家朋友來寫。因為我們很喜歡玩一些融合，除了我們多語言之外，我們會常常在 hip hop 裡面加入的，比如說閩南的北管、客家的八音等等。如果新加入的團員他可能對八音有一些概念的話，搞不好我們以後會呈現出更多更有客家風味的 hip hop。寇秋晴的風格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，然後我們應該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加入而去改變他的風格，我們會堅持我們原本的 style。無論係發起運動、美麗辦事件、保護社會也都環境議題，到38號月流離太湖事件也都社會運動，都確定到寇秋群用音樂帶動大家勇敢表達對社會嘅不滿，也都更加希望電視呢客語主創介入過後，會激發出無窮用嘅音樂，創造出客家島上起亞達土地嘅聲。客新聞分析上午時台北報道。